開頭就以為係租霸，又驚又憤怒，驚就係哇，原來香港啲騙徒可以咁樣諗去呃差價，去呃內地嗰啲港票，都未出嚟見世面就俾你呃成10幾20萬，嬲就係佢咁樣破壞啲香港形象。今年2月14號，警方破獲咗一宗針對港漂學生嘅租屋詐騙案件，瓦解咗一個由黑幫操控嘅詐騙集團，涉及款項超過1300萬，受騙嘅唔止超過150名高才通同埋港漂，仲有無數放租嘅香港業主。觀眾黃先生可能就係其中之一啦。佢喺何文田窩打老道持有一個單位放租。由於租客搬出，佢喺舊年嘅4月就透過地產中介將單位以月租13000蚊租咗俾一個姓姚嘅男人。嗰個姚生就其實係大概30歲到，高高大大都靚仔嘅，從事醫療設備嘅，月薪都頗高下。咁佢都有俾糧單我哋睇，佢就話佢係自住嘅。呢個姚生樣貌端正，聲稱有正當職業，租樓嘅時候仲有卡片證明，所以業主黃生並冇懷疑，而令到佢更加放心嘅係，每個月佢都會過數俾我，佢係個個月都準時入嘅，係去到上年11至12月就開始遲交租啦。由於頭半年租客姚生都有準時交租，所以黃生未有太大嘅擔心，只係透過 WhatsApp 提示佢，喂，要交租啦。不過對方慢慢就已讀不回，每日都要差唔多要去追佢，又要揾地產經紀去追佢。去到2025年1月咧，就已經遲10幾日㗎啦，唔交租，跟住又唔覆信息，佢個態度都係唔理你嘅，好似同空氣講嘢咁。黃生初時以為自己咁唔好彩遇着租霸，但係點知當佢收到地產中介嘅電話，佢先知道自己可能更加之唔好彩遇着嘅係騙子啊！個中介就打俾我，就話叫我留意下個單位。西九龍拗咗好多單冇交租，從而啲業主咧就去到拍門，就發現有港漂啊同埋嗰啲高才通嗰啲租咗嘅，就交咗14個月租啦，就走咗佬嗰個前租客。我聽到之後，梗係個心驚一驚啦。佢二話不說，即刻走上去自己個單位敲門，希望揾翻租客姚生問清楚。點知大門一打開，就發現咗係其實有2個女學生喺裏面住。黃生表明身份，追問之下，原來2個學生喺舊年嘅8月已經簽晒租約，打埋厘印，正式承租咗呢個單位。至於租約上面所寫嘅業主係邊位呢？收緊佢哋租嘅又係邊位呢？哈，原來係自己嘅租客阿姚生咯。佢其實係交咗14個月租，由上年8月開始交，就交到今年嘅8月。原來呢2個女學生每個人夾6000蚊，即係月租12000蚊租咗呢個單位，而且一次過交晒1年嘅租，再加埋2個月按金，即係合共168000蚊，全部都袋晒落呢個假業主姚生嘅袋啊！2個女學生究竟點解會遇上騙徒呢？我哋多次聯絡佢哋，但係都未有回覆。至於睇返小紅書，除咗有唔少放租香港樓盤嘅廣告，仲有大量招攬人做地產中介嘅貼文，掃晒大沓大沓嘅銀紙、名牌銀包、靚酒同埋首飾，利有其他內地港漂充當無牌中介，推介呢啲呃人嘅樓盤，可能佢哋都係因為咁樣而上當㗎。至於業主黃生，雖然揾持牌嘅中介放租，但係都非常無奈中伏，因為知情嘅中介都話騙徒都係有備而嚟㗎。我身上都有幾個 case 係遇到啲騙徒咯，佢哋大部分租樓咧都係租啲10000零蚊至到17000蚊。所以好多時都係即係譬如話俾翻個工作證明主睇啊，或者係俾翻一個好普通嘅卡片啊。佢哋有好多啲收入證明或者係卡片，即係佢哋會係有好多會俾業主睇嘅資料，佢哋已經係準備好晒，基本上咧係冇任何異樣。出現問題之後再去求證，可惜一切已經太遲。啲卡片啊、工作證明到今日 find out 翻，大部分都係假嘅。姚先生聯絡唔到啦，走咗佬。去到今年2月咧，就直情冇交租，已經聯繫唔上去。啲學生佢聯唔聯絡到個騙徒嘅咧？聽佢哋講聯絡唔到個騙徒，因為佢同我講就譬如個房裏面啲燈爛咗，有個櫃個鉸鬆咗，咁佢聯絡嗰個騙徒咧都係聯絡唔到噶啦，已經收咗租之後有咩揾佢已經係已讀不回，揾唔到佢。我哋再嘗試聯絡呢位假業主姚生，結果喂，你好啊，係咪姚生啊？
邊位？係啊，因為咧，我哋收到報料啦，我哋東張西望就話你租咗何文田嗰個單位俾人咧，就再轉租俾啲港漂學生，你有咩回應啊？喂，你好，cut 咗線。我哋翻查疑似係佢本人嘅社交平台，早年就已經寫住夢想大過天，過咗海就係神仙。唔通佢真係以為過咗海就係神仙？今次佢喺兩個女學生手中呃咗168000，但係佢自己又交咗10個月租，加埋2個月按金，合共156000俾黃生。搞咁多嘢，干犯法律，又呃又騙，都只係得12000蚊落袋。最慘嘅係搞到黃生同埋2位學生一頭煙啊！我就覺得佢哋好慘嘅，俾佢哋少少時間翻去內地再揾下佢哋嘅父母，睇下會唔會再繼續租咯。不過我哋之後再揾翻黃生，佢就話結果不似預期。即係佢意思就佢交咗10幾個月租啦。咁如果你要追我咧，你就要去揾執法嚟收翻層樓，跟住就去揾嗰個成條嘅追翻啲錢。學生同大業主之間咧係冇任何租務合同嘅關係嘅。理論上嚟講咧，學生咧本來就唔應該咧繼續咧佔用個單位㗎。如果呢個業主都想收回單位嘅話咧，佢就以呢個單位咧俾人非法霸佔作為理由咯，佢可以咧入稟香港嘅土地審裁處，就要求法庭頒令咧，其實佢咧係非法咧霸佔緊佢嘅單位。佢就認住佢份合約係合法嘅，係你哋成班蝦我咁樣。警察同佢解釋咗成個鐘，唔係咁嘅意思，係因為你個合約係唔係同個業主簽嘅，你就唔應該霸住人哋個單位。幸好幾經協調之下，雙方終於達成共識。經過磋商之後，到最後佢哋態度都軟化咗。之後佢哋而家簽翻合約，咁我就要求佢2個月交一次租俾我。合約咧都咁，我就保障咗自己，又加咗一條條款。如果你真係唔肯交租嘅，突然間跟住我就唔俾佢上樓。咁大家都雙方都簽咗名。遇上騙徒，黃生只係損失咗1個多月嘅租金，而2位港漂扣除舊年8月至到今年1月住咗半年嘅租金，都俾呢個假業主姚生呃咗96000蚊啦。業內人士話，港漂租樓想避免受騙，首先要查證一樣嘢。地產代理監管局咧有所有地產持牌地產代理同埋公司嘅記錄嘅，所有地產代理包括公司或者人咧，都可以上網查到佢嘅身份係咪有牌，甚至近年有冇違規或者受獎勵嘅記錄查到嘅。咁呢個係一個有效嘅方法。